其實你要識得反對一個人講嘅，你首先要理解咗佢講啲乜嘢先。玩咗辯論呢個活動之後啦，其實我係更加細心咁樣去聽對方講啲咩，而唔係話因為我哋立場唔同，我就淨係識得堅持己見，去漠視佢背後嘅邏輯。咁其實喺呢一種聆聽嘅訓練入邊咧，係令到我更加容易理解同我相對嘅立場。咁所以我就反而覺得喺辯論呢個活動入邊，更加能夠接受唔同嘅觀點。我係絕對冇後悔參加辯論呢一個活動嘅。喺準備辯論嘅過程啦，其實我哋需要逼自己好短時間就對一個題目有一定認知啦。我記得喺中三嘅時候啦，就有一條辯題關於仕紳化啦。咁但係對於一個普通嘅中學生，你絕對唔會對仕紳化呢樣嘢有任何嘅了解啦。當時喺短一個禮拜入邊，我就由零可能去到50或者60% 咁樣明白咗到底仕紳化呢樣嘢係咩啦。咁去到大學嘅時候咧，其實都有接觸翻同一個議題嘅。咁其實你就會發現，我係早過好多同學就已經認識到仕紳化係個咩概念。就因為喺思辨嘅過程入邊咧，其實你喺好短時間就會明白到人哋嘅 concept，人哋想講啲乜嘢。咁就我覺得喺讀書上面有好大嘅幫助嘅。印象深刻咧，就一定係有一場關於粉嶺高爾夫球場嘅比賽啦。咁可能當時有啲緊張，咁所以一個唔小心咧，就將所有辯卡跌晒喺地下啦。咁然之後執翻啲辯卡之後咧，可能又同個咪企得比較近啦。咁所以就成場咧都係好爆咪嘅。大家都望住你嘅時候炒車，又識得執生，真係好早就已經學識咗呢樣嘢。所以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嘅學習嚟嘅。我哋知唔會再投資，但同中國嘅貿易量升1成3，同美國升1成半嘅時候，整體升1成半，點解唔係證明融入大灣區，中國同西方都可以合作啊？唔係，首先外資都係最大佔比，其次就係你話最大特色中西合璧，你主辯都講啦，改革開放已經有咯喎，咁你嘅大灣區政策融入咗，到底增強咗喺邊度啊？有方俾外資佔最大佔比，但點解唔俾中國佔最大佔比啊？咪現時咪就係同你講對中國最大佔比咪已經唔係國際化咯？定係喺你眼中同中國合作又係國際化，同外國合作又係國際化？咁係咪呢個世界冇內地化呢個概念㗎？